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平安。咱伫主的上帝内面，咱伫上帝的内面是大有福气的。今仔日咱启程的时阵，有感受到上帝授予咱一个新的一日，是充满着快乐、充满着稳定的无？阿门吗？阿门。你有这款的领受的举手一下，哈利路亚，阿门。哇，咱会当举手的代表讲，咱伫上帝内面是满有信心，有迄个快乐平安的。伫圣经内面讲，每一天早时拢是新的，因为上帝以信实来对待咱。为什么？因为咱每一天咧过，的时阵，咱能看见伫早起时咱醒起来时，就看见迄是一个新的一日，也是旧的一日。新的，所以上帝伊讲，伊用信实来对待咱。所以咱早起来到伫上帝教会，咱就是要用诗歌来娱乐、来敬拜伊。阿门吗？阿门。上帝伊讲，伫第7日，上帝要将伊分别成做圣日。迄个意思就是讲，上帝要甲这日用做伊家己要来用的日子。礼拜日成做圣日是上帝家己要用的日子。拜一到拜六是互咱正百姓来用，但是礼拜日独这日，甲伊分别成做圣日，就是上帝指定讲，这一日是我的。虽然正上帝的儿女拢倒来到伫圣殿敬拜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咱伫直播顶悬的兄弟姊妹，咱永远用敬虔的心，咱伫你的位，伫你的厝里，你永远起立，咱要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你有领受上帝授予你的满足稳定无？阿门吗？阿门。上帝有互你健康无？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当咱勇敢宣告的时，才会医治健康。完全交臂，拢要享受伫咱的内面。这个时，咱要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来，咱即马来。一个人来找3个人，然后你来甲伊讲，咱要来娱乐，因为耶和华是做大代志的上帝。来，咱来找咱的边啊，你来甲伊宣告，咱要来娱乐，因为耶和华是做大代志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就用欢喜的心，就会来娱乐咱的上帝。阿门吗？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用棺材来做无病，用火光照暗暝。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
伊将永远的地收赐予咱，伊要引带伊的百姓向前，伊将永远的地收赐予咱，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活靠伊，就会做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学落伊，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活靠伊，就会做大代志。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活靠伊，就会做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学落伊，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活靠伊，就会做大代志。咱着活靠伊，就会做大代志。咱着活靠伊，就会做大代志。咱只要我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会帮助咱做正大代志，阿门嘛。下尾咱搁一摆将上大声的呼声献给咱的主，因为上帝是看伫咱学乐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的喜乐就是咱的快乐，阿门嘛，阿门。咱今仔日礼拜日透早，咱做伙用欢喜的心情，用热情的心来学乐咱的上帝，阿门。主的喜乐是我快乐，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无收成，葡萄树也无结果子，我又久要因为主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快乐，我的快乐，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无收成，葡萄树也无结果子，我又久要因为主欢喜快乐。我要学乐，无论得时也无得时，我要学乐，每日对你出高天路，我心坚固伫你，为你学乐好听，我要学乐，跳舞学乐，我要学乐，自由学乐，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国度。主的喜乐是我快乐，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无收成，葡萄树也无结果子，我又久要因为主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快乐，我的快乐，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无收成，葡萄树也无结果子，我又久要因为主欢喜快乐。我要学乐，无论得时也无得时，我要学乐，每日对你出高天路，我心坚固伫你，为你学乐好听，我要学乐，跳舞学乐，我要
咱就成个君王，阿妹吗？阿门。哈利路亚！咱搁一摆举起咱的双手，圣神已经伫甲咱同在，阿妹吗？阿妹。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我做得着赦免。情我是要打的归回，亲密得着看见。所有恩典，互我敬畏，我心得着安慰。从心的心，我受恩贵，这是何等宝贵。无讲有困难，我搭伫头目，我求主耶稣，伊有救赎，丰富恩典，甲充满我，永远的家，奇妙恩典，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我做得着赦免。情我是要搭的归回，亲密得着看见。无讲有困难，我搭伫头目，我求主耶稣，伊有救赎，因为这是丰富的恩典。它充满我，永远的家，无讲有捆绑，奇妙恩是咱举起手来宣告，讲我无讲有捆绑，我得着头发，我救主耶稣，伊有救赎，丰富恩典。它充满我，永远的家，奇妙恩典。咱每一个人，每一天，一世人，拢领受上帝，互咱一生的福气。迄个福气，迄个恩典是丰富的。阿门。咱伫这个时，咱要照着上帝，互咱诚做上帝儿女，因为上帝圣经讲，既若接待伊的、信伊的名的，上帝就要赏赐伊权柄，诚做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女的，请举手，阿门吗？请举手。是，因为咱既若是领洗礼、受洗的，信来得救，上帝就要赏赐咱，诚做伊的儿女。做儿女有一个真重要，就是祈祷的权柄。所以咱要透过祈祷，互上帝伫地面上所设立的教会，诚做这个世界、这个土地的祝福，就是透过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祈祷，阿门吗？所以咱这个是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咱所有的小组来祈祷，求上帝兴起咱的小组。假使你若还未入去到伫小组的，请祈祷透过圣神来感动你的心，因为你只有入去到小组内面，你才会当伫小组内面贡献你、委身伫你，佮较会当了解伫信仰顶悬上帝怎样来命定伫你。所以，互咱会当诚做咱的教会的一个溃烂，为着这个世界，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阿门。这个是举起咱的正手。咱要对咱的心底来，咱所信的这位真高活的上帝来祈求，求上帝兴起咱的所有的小组，互咱诚做传福音的百姓，也诚做恩典满满的百姓，阿门吗？咱即马要来开声来大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恩典充满伫阮的内面。主，阮所有兄弟姊妹，徛起伫你面前，阮阿乐你，因为你是阮尊重的上帝，你是伫万王之上，主，你是君王。主啊，阮伫你面前阿乐你的时，主，阮就知你是迄个大气力、个满有丰盛恩典的上帝。主啊，阮为着阮的教会、永光教会所有的牧区小组来祈祷。主，你的神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甲阮每一个铁三角同工同在。主，互伊每一日亲近你，互伊每一日拢知上帝你甲因同在，互因在牧养的中间，因的心无感觉孤单。主啊，因为你家己来养持因，互因真做有气力的小组长，互因真做有气力的铁三角，互阮的铁三角会当同心合一。主啊，互因养持，互因在牧养这羊群的时，互每一只羊群拢臃肿起来，是上帝是耶稣基督你所牧养的。主啊，你要祝福伫阮永光教会所有的牧区、所有的小组。主啊，阮伫你的内面，主，阮知你甲阮讲，阮就爱传福音，阮就爱牧耶稣基督你所赏赐互阮的羊。既然赏赐伫耶稣基督你内面的，无有人会夺去。所以主啊，所有这你的百姓，上帝你要用迄个大的气力，甲因同在，互阮的小组每一个拢兴旺起来。毋那安尼，透过因为阮伫小组内面的敬拜，阮伫小组内面的互相的代祷，主你听阮的祈祷，互侪兄弟姊妹透过小组的 RPG、小组的导读，阮得到上帝对天降落来的恩典。阮听见真侪人的病得到医治，真侪人的家庭关系得到改变，真侪人的经济得到变好。主啊，阮知这因为你听阮的祈祷，主你大大祝福伫阮的内面。上帝，你的恩典继续赏赐，互阮有气力伫你的中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咱过来。咱来领受上帝伫你内面的恩典。今仔日咱有圣餐，透过这个圣餐，互咱得到医治的恩典。生活是要家己归回，生命你着欢喜。咱举手宣告讲主啊，所有这个病的头。拢要得到头发。哈利路亚。救赎我，救赎，丰富恩典，它充满我，永远的家，奇妙恩典，永远的家，奇妙恩典，是主你的愿的听。主奇妙恩典永远听我，阿门。阿门。主奇妙恩典永远听我，咱做伙来讲来。主奇妙恩典永远听我，搁一摆来。主奇妙恩典永远听我，哈利路亚！将咱一切的宣告，咱的仆仔声归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听这伫这吟诗而乐是上帝所欢喜，是美妙的歌声。甲边的人讲，你甲伊讲，你的歌声真美妙。你
你的歌声真美妙。大家请坐。这是咱要来公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旧约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6节，咱齐声来公读，请。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褻渎者的位，只有爱慕上帝的律法，每日夜读夜想伊的律法。即款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叶嘛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切拢兴旺。歹人就毋是安尼，伊亲像草坑，互风吹散去。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伫上帝面前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嘛是安尼。因为义人的道路，上帝在看顾。歹人只有灭亡一条路。以上愿上帝话定定伫咱的心肝内，做咱的帮助甲力量。即摆咱要来邀请牧师周牧师来主持圣礼典。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是咱历经执事第1届的诗会吼，伊足用心的吼，来做准备，特别咱有请咱的长老来分配，来甲因指导因的台语吼。当然咱即马今仔所读的即个版本是上届新的译本，所以甲咱原来的即个白话语的迄个译本无啥共对啊，巴克勒咧无啥共哦，毋过不要紧，因为即马的人读这亲像会当较容易来了解，咱就来做一个学习安尼吼。若无应该是叫做读着无行歹人的道路，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即个人有福气对无所以伊即摆就讲无坐亵渎人的位所以无共款因为侮慢可能即摆咱较无得用亵渎咱听较有这就是时代有在变化咱嘛对着安尼为着要互咱更较了解，特别互少年人较现代拄好入来教会的人会当更较了解这意思，咱有安尼来做调整好，感谢主，今仔日咱是圣礼典的时刻，咱邀请耶稣耶稣也请咱做甲伊同地道，所以这时阵咱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伫伊的面前，照保罗所讲，主捌传互我的，也我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咱袂迄暝，伊有摕饼来祝谢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伊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所以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甲你的家同在，阿门。咱照耶稣的款式，咱要大声为着这个饼杯，以及咱本身，咱来祈祷伫主的面前，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俄罗你，阮称呼你是阮的天然的老爸，就是阮有甲你有这样这亲密的关系，因为阮拢是对你来，是你所创造，你所养饲，互阮一生会当认捌你，是阮最大的福气，也互阮会当周君十架来领受耶稣基督为着阮救赎的功劳，通互阮伫罪恶的内面，无搁伫遐拍喷，无搁伫遐忧伤流目屎，会当离开迄个罪恶的关系，进入到你听见耶稣基督的国度内面，成做光明的百姓，成做属于你的子民。祝阮一款丰盛的恩典，阮要献上感恩。特别搁一摆，耶稣设立圣餐来邀请阮，搁一摆来亲近你的时阵，愿你用你的宝血所成的功劳，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的功劳，来洗清阮一切的污秽，互
互阮会当爬亲像踅一般样，来到伫你的施恩座前，阮就无惊吓，无论累，嘛恳求你帮赞。透过这个时阵，阮对你的求讨，来圣化这个饼甲杯，互因成做阮属灵的美娘，也互因即届互这款的自执同齐道来结连，互阮会当结连伫你，亲像鸡结连伫葡萄树一般样，通得到供应，通得到快乐，通得到活命。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咱的长老来服侍。咱今日依然用2合1的圣餐组，请咱刻着了后，咱用祈祷的心，用感恩的心，搁一摆来多谢咱的耶稣基督，会当来担当咱一切的罪过，互咱会当归属伫上帝，正做上帝所听的囝儿。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再先来把这个透明的这个薄膜这个塑胶来给它抛开，咱就当摕着中间这块饼，摕着了后，像咱摕起来，我是知影，咱已经有摕着。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这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搁过来，咱甲这个蓝色的塑胶油丸会当甲拍开。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但愿耶稣基督丰盛的疼、甲恩典、完全的救赎，降落伫你甲你的家。咱搁一摆来祈祷。
是阮听堂的爸，阮的上帝，感谢你。你何等听阮对旧约甲新约，你一脉拢在表明，你以爱甲阮同大，以爱引带阮的道路。阮感谢你，会当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救恩的工作，也互阮见那信伊的，透过洗礼，成做印记，佮有圣神的洗，成做印记，互阮明白阮是归属你的。在这个世间，有真济的迷惑，真济的调和。主，你甲阮讲，阮着爱来到伫你面前，就会当得到安息。愿你帮助阮，互阮成做亲近你的人，互阮以爱你的话语，以爱敬拜你，以爱用吟诗学乐你，成做一个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信心甲盼望的一个基督的门徒。感谢你，也祝福阮永光教会，互阮伫即搭遮每一项、每一事、每一项，拢为着会当荣耀你，为着会当讲传福音。愿你的灵伫即个中间继续引带祝福你所属的教会。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做稳定，咱今仔日会当伫遮做伙来敬拜、来服侍。我相信上帝的恩，拢要伫咱中间，互咱会当深深去体会、深深来了解。真欢喜，也透过咱做伙组织，咱就是正最小人的一个家庭。这个大的家庭，拢无分彼此，无分贫贱富贵，既然愿意属上帝的，拢会当通伫遮来领受福气。所以，咱的教会是一个真活泼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真完整的教会。咱有全年龄的兄弟姊妹，才会当一代一代来传承。所以，咱珍惜咱的教会，咱嘛相信上帝更较大的恩典，拢要互咱。阿门。好，感谢主。好，这时阵牧师邀请咱兄弟姊妹，咱大家来起立，咱做伙来宣告。永光是归属耶稣基督的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立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因为圣餐，所以牧师的讲道可能就爱缩短，总是不要紧。咱有缘，然后伫小组，咱会当透过小组的资料，咱会当好好来了解今仔日上帝要对咱讲的话。透过诗篇第1章第1节到第6节，咱做伙来看，诚做一个基督门徒的，诚做一个基督徒的，咱要安怎来得到上帝的福气？咱知上帝一切福气，拢是为着咱备办的。总是咱若是会当因为有领受，我相信就会当帮助咱伫生活内面更较活现出来迄个基督的盼未来。有一届阮去到伫日本佚佗的时阵，迄导游真伫遐开讲的时阵，伊就讲这日本人，阮日本人足厉害哦。看这来佚佗的这特别在做生意的虽然看起来拢是东方人毋过因一个看就知影，分得出来讲这是韩国人，还是这个台湾人，还是中国大陆的人呢？哎呦，我讲你遐厉害哦！毋免听讲话，伊讲毋免，阮干那呢影者就知影。我讲你到底是安怎遐厉害？伊讲因为阮看这无共民族的，阮看查某的就知影。哎呦，因讲看查某的就知影咧。我就真好奇，伊真客气哦。有啥物歹势讲，毋过我就感觉真好奇，就甲问伊讲安尼啦。那韩国人的女性阮看就知，因为安怎，因拢足注重化妆的，阮日本人小共，所以若是有化妆的，阮知影讲，这韩国的女性，这团就是韩国的安尼。伊讲
若台湾吼，甲中国大陆的女性较无伫化妆啦。我讲安怎分？伊讲都较有礼数的，迄看起来迄就是台湾人啦。另外咱就莫讲安尼。伊讲我讲伊嘛真厉害对无吼？会当透过安尼观察咯，兄弟姊妹。像这基督徒的咱嘛是其实是安尼呢。咱讲咱原来女性的化妆其实是安那，是要互查甫人民主的啦，对无吼？因为这个外表是代表嘛，尊重对方，尊重别人，所以咱会有一个一个装头装头其实毋是要互家己看的，咱袂装头了，不是摕一个镜伫遐行路遐看着，袂吧敢袂啦然后上加停落来了看一下OK， 补妆一下安尼就好，对无装头是为着要互别人看的嘛，所以咱就期待特别咱遮的男性要出门的时阵爱加等一下无一直赶伊若装头无好势出去是无互你面子啦，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宁可加等一下宁可加等一下不要紧因为因较有需要嘛较需要装头一下漂漂亮亮看起来较少年的带出来人讲你是带恁妹妹出来哇，听着就足欢喜的对无？这就是真自然总是我相信上帝会帮助咱嘛，会当互咱去思考咱做做一个基督徒的，咱会当要安怎去思考讲伫即个外在甲内在的中间，要安怎去来努力你是较注重外貌，还是你是外貌协会，还是讲你是较注重内在？这无共款的表达。毋过有一个足事实的，就是外在的装头，不在伫讲什么品牌啦，什么价格啦，你穿真正就爱偌济钱，较会当安那？毋是啦，其实是安那，就爱适合咱的身份啦，对无？适合咱的身份适合咱的整个服装的配搭，若好势合宜这是要紧的啦。较毋是讲就爱追求名牌较会当表达安那无啦。其实外在的装头，其实重要是安尼有品味的人，毋是讲着爱穿甲偌贵的穿带着偌贵的物件，毋是，是讲伊着照伊的身份，伊知影穿迄个合宜的伫啥物的场合，伊着穿啥物款的服装这个是理所当然比如讲咱讲要招牧师去佚佗，要爬山，我袂穿安尼去吧你那个怪怪咧所以每一个场合有无共款咱就会当知影要安怎做合宜的一个装头咱内在的修养也不在伫学位甲地位呢是在伫安怎看你是安怎表达你迄个喜乐有一寡真喜乐真价值观是真光明的毋是讲你安尼，真侪人嘛是做有学识，毋过足悲观的，对无？悲观带互人的袂感觉是祝福呢。悲观的互人的是感觉若像迄风台顶安尼，常常在做风台，常常在落雨，所以迄个对贵内在即款的修养特别咱伫信仰内面，就是要帮助咱调整咱的价值观咱的信念互咱会当更较知影。咱的价值伫哪落？不在别人定义咱，嘛不在你家己看安怎，家己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看咱安怎，咱就是安怎，这个才是真重要嘛。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咱在看这个人有修养无修养，看伊讲话是毋是有合宜无合宜啦。这足重要，敢毋是？这个会当互人感觉好斗阵无？讲话起来安尼。互人感觉耳孔足差的听袂落去，想要紧开伊离开无？即款甲即个学识、学位社会地位，迄完全是两码事无共款所以我相信伫遮个部分，拢是诚侪基督徒你我，咱拢会当伫信仰内面会当调整咱
互咱愈来愈有合宜的内材愈有水愈有合宜的即个外装，遮拢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上帝的欢喜吼。所以你我拢是蒙恩的囝儿，所以我相信上帝意爱大大祝福互咱。这是上帝对创造的开始就已经明定，就已经定着的一个旨意，也透过耶稣基督，更加互咱知影，透过耶稣基督，伫耶稣基督内面，上帝一切应允拢会定着，拢是是。阿门。哇，这就是咱基督徒上界重要的。所以今仔透过诗篇第1篇内面，通互咱体会来了解，要安怎来得到这个福分呢？这是真水吼！我牧师条讲甲白话语吼，甲即第1节、第2节吼用白语来甲拍出来吼，会晓读起来。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的人的位，即号人有福气。搁过来哦，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善思的，也是伊的律法。这个白语的翻译，我注意，甲这个中文在翻译的时候，我感觉有真特别的哦。伊在讲的，无行歹人的道路，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讲这个无3点了。意思是就讲，这号人是有福气的，这号人是有福气的，总是伫中文的翻译，甲即款的人是有福气的，是放伫上后壁总是咱看伫白话语的翻译内面，伊就讲伊所欢喜的，即号人是有福气的。像这有福气的人，伊所欢喜的是啥物？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善思的也是伊的律法。哇，真特别吼！所以伫即搭遮，咱也看，翻译无共款，却互咱会当无共款的思考。你看，这人变为有福无？是放伫上后壁哇！所以兄弟姊妹，所以头前迄个无行、无徛、无坐，即个是真做一个咱得到恩典、上帝祝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对吧？无行、无徛。无做，哇，这是真重要。无行歹人的计谋，咱袂用心计较歹心肝，去做遐恶毒，计划遐恶毒上帝无欢喜的事啊。咱嘛无徛伫罪人的道路顶面，咱无甲罪人做伙。咱知影，咱是归属耶稣基督的，咱要离开一切的歹代，无坐侮慢人的位，对无？亵渎上帝。上帝无欢喜的，咱拢无要坐迄个位，迄个位毋是基督徒爱坐。若是迄个位是无清气的，是需要违反你的良心来得到的。那安尼，咱宁可咱无要爱，对吧？哇，若是安尼，圣经就甲咱讲，即款的人是得到上帝欢喜的哦，因为伊意爱的，伊为什么会晓甲即3个无？放伫伊的生活的准则呢，是因为伊明日善思上帝的法度，伊意爱较无耶和华上帝的律例，所以因为安尼，伊就知影伊心中有即支尺，就帮助伊伫生活内面来甲伊万事拢有一个真理的尺来甲伊量起来对无？量，无合上帝，我就摆脱，就是摆脱，哇！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读一个真重要的3无一爱的一个得到福气的一个原则。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生活内面会当来思考。咱看美国的一个思想家爱默生伊安尼讲，人若讲天使的话，天使就会降临啊；若讲魔鬼的话，魔鬼就会上门啊！哇！所以咱的嘴真重要，对无？哇，亲像雅各书在甲咱提醒的所以你要讲天使的话，还是要讲魔鬼的话？迄个决定是最后是安那？是魔鬼甲你做伙，还是天使甲你做伙？哇，这个
选择是伫咱本身，迄个话要讲啥物呢？哇，这是真重要吼。所以上帝帮助咱，圣经安尼就甲咱讲，伊要亲像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叶未打去，因为伊所做的一尽行通。阿门。呀，这就是透过安尼诗篇第1篇，真清楚，互咱知影要安怎诚做领受上帝百般恩典福气的基督徒，互咱会当了解，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哇，照时要来结果子济济哦。所以第二，咱嘛会当求上帝帮助咱，透过这段经文，搁较得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咱逐日拢会是面对人，对无？总是较重要的，迄个基础要安怎会当互人甲人的关系健康，咱会在伫咱一定爱先面对咱的上帝。当咱面对咱的上帝，咱勇敢面对伊，勇敢进入伊的施恩宝座前的时阵，那安尼伫伊的光明中，伊会帮助咱除去有的一罪过，互咱诚做清气的哦。所以圣经就安尼继续讲，歹人毋是安尼哦，是亲像粗糠，互风吹散。粗糠咱知影无？哇，较早咱若是做事的就知影吼。即个稻啊，熟了，挂转来，叫做啥？切啊，对无？我阁会记住吼。稻啊，稻子吼，若是收成叫做谷粒嘛，叫做切啊吼，切啊呢，就是安那外面佫包即个包壳对无？所以就爱用啥物？去迄个咖米店，去咖米加咧，互即个壳会当来透开，会当来食内面的籽，迄个籽是白色的籽，外口是即个咖啡色的，浅咖啡色的壳啊，对无？壳啊，若加味了，壳啊会创啥？壳啊会摕倒来厝你若意爱为着要互你即个灶会当较旺对无？每一摆甲用着拍一个迄火着足旺的因为迄壳啊迄个粗，迄就叫做粗糠粗糠是大的就会当真好来点倒所以咱看粗糠是无紧的，无啥物分量的粗糠只是安那互火烧安尼尔粗糠你若规部的粗糠伫遐，风若吹来规个粗糠着安那着安尼乱糟糟哇飞到规个厝间拢有可能是这在形容讲歹人毋是安尼，就亲像粗糠亲像粗糠，互风吹去。兄弟姊妹，咱的性命绝对毋是粗糠，咱是结果子济济的所以当审判的时阵，罪人嘛要安尼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呢。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做伙在敬拜服侍的时阵，我相信若有对伫暗捌的罪，阁无愿意承认、无求赦免的，无论伫咱的小组、伫咱的聚会中间若有即款的人来到咱的中间，咱知吗？上帝真清楚分别会出来对吧？不但安尼，属灵的人嘛看会出来呢。属灵的人嘛会感受会出来，哇！这个人面对光明的时阵会闪避，会闪避虽然外在亲像 OK 安尼，毋过内在咱感受会出来属灵的人感受会出来，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所以诗人安尼在讲，是伊亲自有即款的经历，嘛亲自知影，就是安尼。罪人蹛徛起伫黑暗的，伊袂爱光，总是光来伊就会闪。圣经甲咱讲，光来黑暗
就死散去，总是一个带着罪，啊要愿意，啊佮稳捌家己的罪有为的人，要安怎会当伫义人中徛会牢？要安怎？因为义人是伫光明的内面，是有上帝同在，是上帝所欢喜的，才会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的。所以伫讲话，伫表达，就是拢真喜乐、真健康。啊，若是安尼，哇，讲了亲像真有道理，总是听起来却安那，却知影伊良心过袂过呢？安尼要安怎？咱就求上帝怜悯啊！有迄个悔改的心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早就为着这个人来做准备。阿门。伊若承认伊的罪，上帝就要洗清伊到无罪。阿门。兄弟姊妹，这就是这个经文在清楚互咱来了解的。当审判的时，歹人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嘛是安尼哦。所以愿上帝帮咱。所以伊讲，因为耶和华知影义人的道路，若是歹人的道路，的确会灭亡。阿门。愿上帝帮助咱，会当互咱体会吼。好，话讲有一届伫法庭的内面，有一个12岁尔，拄啊公定的12岁，会当来迄台遐来作证哦。对方呢，这律师就想尽办法咯，要甲伊反证，要互伊安尼徛袂牢就对。用真侪方法，要甲伊，互伊安尼感觉伊讲的无道理，互伊感觉伊所徛的位置伊伫即个所讲的是无值得受人肯定的，互即个法官无法度来同意的哦。总是靠到安怎，拢无法度。所以即个对方即个辩护律师只好甲问讲：恁爸爸有甲你讲你要安怎伫法庭来作证无？是毋是有？大人教的对无吼？伊是讲若是大人教的安尼就会当甲好决啦，对无？伊一切的作证拢会证明拢会当好定掉。这个囡仔甲讲有啊，这个对方的法官就受着抓着把柄啦吼，抓着伊就安尼甲讲到底恁老爸安怎甲你讲？伊讲阮老爸甲我讲，无论律师安怎，一直甲我逼口经不断甲我对正面、倒面、后壁安怎，一直甲我围安尼要甲我质问伊甲我讲，我只要讲诚实话，安尼就会使。只要讲诚实话，就我所了解、所看见的是啥，我讲诚实话，安尼就会使。兄弟姊妹，这会当互咱来思考哦，是哦。伫咱的基督徒生活内面，咱爱面对的是上帝。第一个爱面对的是咱的上帝所以咱就爱真实的心伫上帝的面前。咱若会当徛在伫上帝的面前，那安尼，咱就安那毋免烦恼，伫人的面前咱徛袂在。可能有真侪的攻击，有真侪对的钱甲咱捙来，有真侪倒要围累咱，这是免烦恼，因为咱徛伫真实、诚实的下面呢。所以，既然是诚实的，兄弟姊妹，上帝就一定保守咱。我讲一个例，可能咱兄弟姊妹无真侪人知影，因为咱第一等的可能较知影。过去咱有一个兄弟叫做陈志宇，哇！伊伫要过新的进程，伊讲伊要甲伊的厝奉献予教会奉献予教会所以伊有写一个遗书讲这个是要予教会。当伊过往的时阵，伊是退伍军人哇！这个辅导的来就甲伊所有物件抄了，哇！牧师讲，敢会当这个伊遗书这个，敢会当互阮印一个嘛？伊讲袂使，足歹的足强势嘛叫里长来拢来咱方案长老嘛伫现场嘛对吧？无
足歹就对啦，物件拢总悄悄去，后来哇，就有人甲伊告讲吼，这间厝，咱袂当得到。哇，我出庭3摆，呢，我就讲，阮有亲目看见，伊有写遗书啊，就是要奉献互教会，这我通讲。毋过这个遗书，法官讲，甲问对方讲无啊，无这个遗书啊，讲无这个遗书。讲无，我手中嘛无卡笔，所以嘛毋知要安怎对峙，对无？这是感谢主哦。这个辅导员啊，伫这个过程内面，后来伊阵退伍啊，阵退休，换新的起来，伫最后一届的时阵，我讲事实有这个遗书，这就是伊要奉献互教会。我会当列出伊伫教会所有的伊的资料，甲翕相伊的一只的活动啊，伊的生活拢是伫教会在生活啊。我会当安尼来讲哦。其实伊嘛，法官嘛无必要叫我摕迄，其实因早拢查了真清楚啊。后来最后这个另外新的这个辅导员起来的时阵，伊甲问讲，你敢相信讲这个伊无这间厝伊无要交代互啥物人嘛？这个新的对我讲，介先想讲，介先有讲要互教会，干你即句话尔。法官就是讲好安尼，就结案啊，呢。迄间厝就是真正最后判，就是行咱教会哦。兄弟姊妹，牧师就是真诚实徛伫遐。我真做一个牧师的，伊阁真礼遇我呢。请我坐咧讲，哦。我就真清楚，虽然会惊吓，伊知影我会惊，因为我毋捌徛入去伫法庭内面嘛，对无？第一届、第二届会惊，第三届咱就拢袂惊，因为知影讲咱就拢老实讲啊，即间厝也毋是要登记互我啊，是教会啊，我当然是教会代表，我理所当然爱证明即件代志。兄弟姊妹，即件代志了，真侪教会过去有一款的情形，拢甲我讲，过去教会拢败诉。我感觉上帝足恩待咱永光教会，敢毋是保守上帝的子民愿意奉献的产业。所以兄弟姊妹，恁拢毋捌听过吼？毋捌吼？牧师今仔感动讲互恁听，因为嘛已经过足久啊嘛吼，10几年啊嘛是。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会当来诚实来面对上帝，嘛会当诚实来面对家己。咱家己讲啥物做啥物，咱家己上清楚了解。咱若诚实会当真实来面对咱的上帝的时阵，我相信咱就会当面对所有的代志，所有的人。所以美国成功学卡内基咱在讲卡内基对无讲听一个人讲话就会当知影伊会成功还失败呢？伊伫安尼讲呢，意思讲你这个人讲话若真有信心，真有愿望真有计划性，安尼我知影你一定会成功的。你若讲话不时的哀叹怨气我无效啦我就是安尼啦，减鱼袂翻身啦，有无？即款咒诅话若讲出来，大概是就是安尼啦。也袂较好，可能会较歹安尼尔啦。是，即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内面，拢得互咱知影，咱若要行伫得着上帝福气的云台中，就求上帝帮助咱，较无伊的真理。咱在导读对无？大家有最少一礼拜导读一届有无？举手无？阿门。咱导读会当是逐日的哦。最少一礼拜一届2摆啊。那安尼帮助咱有上帝的话语，做亮光，照咱做开力，帮助咱做方向，互咱知影咱该选择的什么。这就是上帝意爱咱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圣经甲咱讲，前咱是黑暗的，但已经伫主内面是光明的，所以咱行事为人，就爱亲像光明的镜鱼一般样。阿门。是，你我拢是光明的镜鱼哦。所以，互咱会当看见，咱有光明的思想，有
鹰鸟的眼光有甜蜜的笑容，阿门。哦，咱讲光明的思想来，鹰鸟的眼光来，甜蜜的笑容来。是哦，咱基督徒拢是爱哦，咱的思想就爱是光明的，哦，莫互这天半咱有这黑暗的关系来害咱，啊，互咱逐日拢亲像乌阴天一半样哦，无，咱无爱乌阴天哦，咱亲像鹰鸟的眼光，咱真会晓去分别咯，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什么是上帝无欢喜的，咱会晓去分别。哇，咱无行歹人的道路，无徛罪人的啦，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哦，是无？哇，透过鹰鸟的眼光，互咱有一款的分别。也求上帝蒙耶稣基督甜蜜的救恩啊，互咱的笑容是甜蜜的。阿门。啊！大家拢戴口罩吼，拢看无到笑容对无？毋过吼，你若有笑，你目睭嘛看会出来，敢毋是？啊，你笑隔壁看一下好无？看你的笑是安怎好无？阿门，阿门，阿门。啊，咱中文有讲袂当皮笑肉不笑对无？吼，对内面出来亲像泉源一般样的笑容，这是咱基督徒逐日拢会当领受的。今仔你有领受无？阿门。愿上帝帮助咱哦，会当有这款的领受吼。好来，咱来读3摆哦，来。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诗篇第1篇第3节来。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诗篇第1篇第3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诗篇第1篇第3节，阿門。好，因為時間的關係哈，等下，佫會使呢？我講就是9分，今晚是3分對吧？來，咱做伙要來吟這條詩歌，咱會當透過這條詩歌來叫上帝求主啊，我的天父將一切豐富恩典賞賜給我，阿門。請咱起立，咱做伙來吟來。求主使我清氣的心。予我一時甲你相親，享受佇你內面安息的真實，聽你的聲，思念你的聽，求你透放困苦的我，暫得我心的期盼。伴過是你黑暗的陰影，用你溫柔的手，擦消受傷的痕跡，用你完全的聽，包圍軟弱的心肝。求主使我清氣的心，予我一時甲你相親，享受佇你內面安息的真實，聽你的聲，思念你的聽，求你透放困苦的我，暫得我心的期盼，安穩佇
阮来到你受阮做前，阮知你是满有怜悯、丰盛的疼的上帝，所以阮勇敢来到你面前。阮知你愿意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也看阮一切的污秽，洗清阮一切的罪过。主啊，阮感谢你，为着阮避万这样丰盛的恩典，互阮会当透过圣餐，甲主你搁一摆连结，搁一摆体会耶稣基督满满的疼。感谢你，伫今仔日，你有缘要做安慰的工作，互阮心内有快乐的，心内有不安的。主耶稣基督要将伊真实的平安赏赐互咱。特别主你要讲，愿恁平安，愿恁平安，互阮无论是病痛中间，是忧闷，是困难的中间，主啊，愿你来做医治的工作，你的圣手。温柔的手来伫阮痛痛的所在来做医治，互阮的心相信，当你的手伫阮的身躯的时阵，阮就要得到头放。你是大权能的主，你是听阮的主，阮感谢你，将一切荣耀归乎你，将平安福气也赏赐互阮。安尼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回应上帝的听，甲信心的行动，咱做伙用感恩的心，甲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啊！请，好，咱准备一下。开始奉献。是阮做前，欠比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感化，加天开咱，报答主阮信心所愿，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属你，阮上感恩，你上甲你，阮要做心幸互你。兄弟，请起立。请坐。接落来，咱要来事工分享，请牧师主持。咱来关心教会这个事工，咱感谢主，咱对6月起，咱牧师甲这个牧区的铁三角有一个牧养共识的餐会，昨有多多牧区甲牧师会当做伙伫遐来分享因目前小组整个的运作的情形。
有足济看见兄弟姊妹在同工啊，在同工因用心来服侍经营因的小组，所产生有真水真好的效果。有特别有一寡小组的铁三角有因真好的牧养的技巧，也透过安尼，大家会当来分享学习吼。所以感谢主上帝，互阮有即个看见，愿意用较侪时间来做陪伴。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恩典吼。好，咱阅读营第昨嘛有来做结业吼，咱感谢主今仔日咱嘛会当看见这学生因会当透过咱教会这同工愿意付出时间，逐礼拜下晡拜三12点到5点来做准备来陪伴这学生互因伫品格、伫信仰拢会当得到一个真大的一个祝福吼，感谢主。好，咱的幸福小组今仔日这礼拜是第9周吼，搁过来就是第10周吼所以咱也感谢主伫这个过程伫今仔日有几位已经愿意来洗礼所以咱伫第2堂要伫圣礼典的中间来举行洗礼吼，来感谢主。好，有诶因拢办踏青，有诶办真侪活动真好我相信对遮的 best 新的朋友，拢有一个真好的一个祝福甲感动。好，咱教会伫6月12下晡2点半，咱有即个举办即个国三生的会课6点的分析线顶的一个说明会。对象就是遮个家长所以若有遮个家长有需要的紧来甲咱的同工来登记好，请咱兄弟姊妹因为咱的大楼的即个电梯已经较久才咱教会来到遮嘛20年对无吼？这大楼嘛的电梯嘛差20年，即摆已经有在估计要换全面换新所以伫即个全面换新的进程毋望咱兄弟姊妹若需要坐电梯的，一定爱坐电梯吼。你若是用行的，咱就来行楼梯，安尼好无吼？因为即个楼梯咱若即个长辈，你讲你要行楼梯，若有安怎的时阵，教会甲咱的社区拢爱负责任呢吼。你家己嘛会受伤无好吼。所以咱也是爱细意，特别要落楼梯的时阵吼。若是需要坐电梯，一定爱坐电梯。咱即马有加即同工，甲咱伫遐斗三工吼，毋望咱会当嘛，互即个社区会当便利，嘛，互咱会当迄个安全。电梯即马坐无坐甲满吼，你若坐伤济，伊就落下去吼，落去迄就是要故障啦吼。所以你若讲坐5个、6个，伊虽然写11个，即马大概是会当坐5、6个就好。坐好看嘛疫情嘛咱坐好看佮加等一下也袂要紧安尼好无？咱遮年长的有诶拢是时间对无对无？上届坐了足侪钱以外，就是足有时间嘛所以咱加等一下也袂要紧好无？好无遮拢年长的，你看拢嘛讲好好，就写。好，咱伫暑假，咱请兄弟姊妹为着这个营会来祈祷。咱拢总有3个营会对6月28到7月初1就这个航海王我是航海王。好，搁过来，搁有这个家事游戏双语营7月12到16这嘛是针对儿童的。搁有青少年的有无？撼动星球咱拢会当来鼓励无共年龄的特别咱的青少年这部分，咱期待咱的主题咱的附近的这熟悉，若是对国小到大专的拢会当会当来报名互因的生命会当更较活泼更较有气力、有目标，这是足好的一个营会好，今仔日咱亲子礼拜中间，咱的阅读营27期来成果的发表特别有邀请威廉斯市镇的协会因有亲子做伙来欣赏这戏景所以真感谢主，咱教会会当甲
社区社会有一款的连结吼。好，6月18，咱国宾牧区要出去佚佗咯，哇，吼咱真感谢主吼，因约要伫碧潭迄带遐有活动、有唱歌、有见证，每一个人报名费是200块，嘛会当邀约咱的新朋友来参加哦，吼，咱虽然无法度足远的走，毋过咱有完全会当安尼吼，真好吼。只要咱组织会当做伙，紧紧仔坐会到，袂互咱做用足个体力的吼，咱拢会当亲像安尼的聚会是真好，即个活动吼，真好吼，感谢主。好。哦，这是一个影片吗？哦，这是一个影片吼，这个就是威廉斯市的一个囡仔有来伫咱的阅读营咯吼，这个有一个影片吼，伊拍影片，咱甲看伊拍影片的所在伫倒吼，好来。动作上会抓不到诀窍，没出来这啊？就是他，也是威廉。无法度吼。好来，声音。有一小段出现了。今年12，好来。他是怡乐，今年12岁，单怡乐纯懂事。他有个烦恼，就是绑鞋带。小时候会绑鞋带似乎是一种成长的象征，怡乐还想再练习一下，但他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了。怡乐肌张力不全，所以做细微动作上会抓不到诀窍，这就是他，也是威廉孩子普遍会遇到的困难。你们听过威廉斯氏症吗？威廉斯症的小朋友，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第7号染色体那一边有一小段出现了缺失。教科书呢都会利用类似一个小精灵的这样子的脸型。那威廉小朋友他的行为表现，其实就有时候就是真的就像个小精灵的小朋友这样子，其实是相当讨喜的。怡乐在成长过程中也受到许多人的鼓励及帮助，因为教会让他有展现自己的舞台，因为妹妹让他感受到手足的温暖，因为一家人让他拥有勇往直前的力量。我希望他出去，就算是很小的事情，例如路边有人需要帮忙，他那么不同理心的一个小朋友，只要他能做到的，他都能够尽量去帮忙别人。可爱的心不受影响。他们的听觉非常灵敏，也因此在音乐上展现天赋。虽然我绑膝盖不厉害，但是我打鼓就很厉害。是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旁边都会常常就安慰我，就陪我。但他其实很想努力做到好。他们的热情拉近我们的距离。哇，这就是伫咱的社会有一款的囡仔，有需要咱更较侪的关心，陪伴这个家庭，互因会当有温暖吼。我相信这是耶稣所爱做的，甲至美些人做伙，总是咱看重因，就是伊嘛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对无？所以感谢主，咱教会有会当甲这个社会做连结，来做关怀、做辅助、做陪伴的一个工作吼。好，咱感谢主，咱的民主节阮迄日有去甲伊探访，已经对交互病房出来到伫普通病房，伊应该有讲，应该是差不多会当退，可能嘛退院吼，毋知影，最后我无搁联络吼。
总是伊真欢喜，看到正兄姊妹为着伊祈祷。阮去的时阵，阁有咱的姊妹去陪伴伊吼，咱这相连的姊妹去陪伴伊。伊的熟悉诊所，这护士嘛去甲伊看吼。所以咱感谢主伊会当恢复甲真好势。伊讲这是上帝互伊留伊活命的吼。所以咱继续为着伊祈祷，愿上帝互伊真紧，就转来到伫咱的这中间吼。上礼拜我有讲对无？讲咱好爱为着伊祈祷无咱无法度食到道地的韩国料理对无？我有甲讲因为笑甲大声细声吼，所以真欢喜咱的姊妹得到上帝的保守，伫咱的祈祷内面上帝听咱的祈祷吼。好，来咱来介绍一个新的朋友是玉芝。OK， 好，来，这个李春生来，李春生兄弟吼，是 ，OK， 伊住伫新南路遮尔吼，所以无远吼，真欢迎你会当来参加，好，愿上帝祝福你哦，也期待你逐礼拜拢会当来，吼，阮遮有一群甲你。年龄相共的一摆伊嘛会使吼，拢会当一只有好的活动吼，真好，伊是退休的老师嘛吼，感谢主吼，好，真欢喜吼，咱等下请咱这个迎宾团队来甲伊交台吼，来送教会的一个小礼物来表示咱的欢迎。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彼此来祝福。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是，愿信心来充满你，大目大灵灵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上帝祝福你。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请咱徛地来领受主的祝福。但愿上帝慈悲怜悯的圣手扶持恁的脚步，也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在伫你的家。甲你所接触的人，佮愿圣神引带扶持，互恁伫光明中行得勇健，行得喜乐，行得满足，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平安，咱今仔日敬拜暂时到这，请坐，上帝引带咱。